阳明山的小油坑今日挖头的时阵呢，发生火灾，烧5点钟，烧要50公顷。空勤总队赶紧调派乌鹰直升机用水地来拍火。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应该是这空气品质监测器导火烧，而且呢，这个设备呢是由国科会国家实验研究院高速网络仪计算中心装的，那种有损害的依法检讨赔偿。火一直烧拢是乌烟，为半山丘一直请假七星山小油坑报道。阳明山小油坑10时挖中道传出火警，大日头关阮国家上山区地形起起卡卡，虽然消防队继续布水线来拍火，炭烧差不多50公顷，还有向天管炭烧的现象。准备要登山的时候，我就看到开始有一点小火苗开始在靠近那个太阳能的一个灯的位置，就开始有一点小火苗开始飙出来了。大概3到40位登山客已经开始在下着山，再过了大概10分钟，我整个山都已经开始漫绿。海势无法度收束，消防局布3条水线超过3公里，加上水管报告，需要澎湖加压送水，拢互救灾难度增加。空勤总队紧急派乌鹰直升机为社岛岛头公园附近的淡水河取水了后，吊挂水堤分3摆倒水进步，才初步完成拍火。救灾的困难就是说这里没有水源啊，需要长距离布线啊哈。那我们从二甲19那里布线到这边，至少也都超过1.5公里以上啊，要用循环送水的方式啊。那在这个停车场往山上的起火点布上去，也至少要到800公尺到1公里以上啊。园区内底中湖公路甲阳金公路交叉路口，民国90年也捌发生过3连火警，这摆佫发生，包含七星山步道，也就是小园区爬山口甲停车场拢封起来，大火烧5点钟。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导火原因目前研判是空气品质监测器的电池造成的。目前呢，研判是由国科会国家实验研究院，还有就是国家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他们所执行的民生公共物联网的一个计划。目前初步研判是空气品质探测仪这个部分的是一个起火点。阳管处表示，脑损害会依法向郭景熙提出损害赔偿。郭景熙表示，导火原因依然要等火调小组来调查清楚。另外，台北市环保局有个大火烟雾飘散方向，会影响北投树林甲新北市金山万里，也进行空品监测。记者综合报道。